當初仲以為抑鬱嘅原因純粹就係自己壓力太大，直至最近經歷咗更多嘅人同事之後，我至意識到所有嘅生命中都會遇到壓力事件，但由於大家嘅精神受力程度唔同嘅人就走向唔同嘅結局。喺面對命運出拳嘅時候，有人積極面對，有人消極懈怠，一跌不起。一個極度敏感嘅人，人哋嘅一句說話，一個表情就會令佢反覆解碼好多日。同學冇叫佢一齊聚餐，佢就會感覺全世界都討厭我呢個結論。總係忍唔住後悔曾經做過嘅決定，又焦慮自己嘅未來。神經總係高度拉緊嘅人，好怕自己做錯選擇，但最後依然係輸到一塌糊塗。